Hello，我叫 Chloe，我係2025年耀中幼教學院幼兒教育學士學位嘅畢業生，好開心可以透過名師計劃喺耀中國際幼稚園工作。喺呢4年嘅學習裏面，學院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機會俾我哋去接觸同埋實踐唔同嘅教育理念同埋教學方式。而令我最深刻、真正改變我嘅教學觀念嘅係耀中教學法嘅12項信條。當中我特別深刻嘅係信條2，兒童是有能力或值得信任的，同埋信條7，教師和兒童共同建構學習。因為作為幼兒教師，我哋時刻都要提醒自己，小朋友嘅學習應該由佢哋自己主導。我哋只需要放手，相信佢哋嘅能力，俾多啲機會佢哋嘗試。其實佢哋能夠完成好多嘢，佢哋係能夠日常自理嘅，例如自主進食。1-2歲嘅小朋友都可以喺大人嘅鼓勵下，食完嘢之後收拾餐具，嘗試自己着3換3。呢一啲例子正正體現咗呢12項信條嘅精神：尊重兒童、相信兒童、共同建構學習，令到佢哋可以喺安全、支持嘅環境中自然成長，成為獨立、有自信、有探究精神嘅個體。好感恩學院提供咗多元嘅教學同埋唔同嘅支援俾我哋，令我哋嘅學習過程更加順暢。例如 SDO 定期都會舉辦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又會放好多資源喺 Common Room，方便大家去調節學習嘅壓力。有呢個環境，我先真正內化咗耀中嘅12項信條，準備好將佢哋帶入幼稚園實踐，為小朋友創造一個充滿尊重、探索同埋快樂嘅學習世界。